佚佗的经验。当咱决定讲我要来倒一个国家的时阵，决定了啊，后壁就爱搁有啥物动作无？爱嘛吼，第一，咱敢是爱办手续，是毋是爱办手续？去办手续啊，无办手续，你讲到时阵来个坐飞机，咱就要去行啊，无可能。除了办手续以外咧，咱敢免传所费，敢卖？爱准备旅费嘛，爱有旅费嘛，有旅费咱毋爱当出去，请问咱迄个要佚佗就开钱免？哎嘛吼，但是敢有迄个毋免开钱的咱佚佗的？有啦，为什么才会有？咱若像真侪公司的福利都袂歹，就是拢会招待出动啊，这个像互咱以前的工课就是甲业务有关系，咱就伫迄公司内底吼，你要享受迄种毋免开钱的咱佚佗的，嘛是着按啥？爱有条件，爱有门槛的，所以咱若做过业务，咱就知影讲，伫迄个公司内底，你若讲要接受着公司招待毋免开钱的，咱出国佚佗的，他一定会给你一个什么扣打，那个门槛，你一定要先取得驻场券嘛，摕到迄个条件了，你毋通我拢享受毋免钱的，对吧？所以迄个门槛啊。那当咱取得了这个入场券，会当去佚佗的条件了时阵，咱上重啊，还佫有一个最重要的爱注意的啥？就是讲，咱今仔若要出关的时阵，去到出关厅，咱电脑就会甲伊查一下，他说讲，咱在座注意，咱若讲咱伫咱台湾啦有犯法，当咧防执，请问咱敢有法度出关？无法度出关。那除了咱老婆袂当出关以外，他说讲你若有得迄个传染病，即摆足厉害咧，去到机场啊，人过一个照就知讲，你身体有发烧无，安怎样无？他说讲你身体有问题，而且。